按金當作租金扣得唔得㗎？一般租樓嘅時候，租客都會向業主支付2個月租金作為租樓嘅按金。按金原意係用嚟保障業主，確保租期內租客遵守租約一切條款，以及喺退租時完整歸還物業。當租客退租搬離單位之後，業主檢查過物業狀況良好，就應該喺規定期限內將按金退還俾租客。但假如物業有任何損壞問題，業主就可以扣除租客按金以作維修費用。所以當租客提出租期最後2個月唔交租，用按金扣除嘅時候，業主並唔應該接受，因為萬一收回物業後發現有任何損壞，業主就難以向租客追討。而法律上按金亦都唔可以抵消租金，所以如果租客拒絕支付租金，業主可以到土地審裁處申請收回物業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租務問題，都可以揾中原租務管理查詢。